收翻住佢搞掂。搞掂。好。有啲雞蛋 decorate 佢。千途萬路雖辛苦，吹盡狂沙似道金。KK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呢14個字，由唐代詩人劉禹錫所寫嘅。當然寫得出，梗係有感而發啦。KK 亦都借呢首詩送俾大家，做嘢一定要堅持。回顧 KK 呢幾年嘅拍攝，有唔同類型嘅節目，亦都吸收到唔同嘅知識。就因為做咗旅遊業40年，有呢個經驗，今日 KK 拍攝嘅嘢可能未必適合到大家，但係睇到自己嘅進步， KK 都好開心。KK 工作室嚟緊再會面對不同嘅挑戰，而呢啲挑戰亦都希望能夠成為 KK 嘅繼續成長。KK 雖然今日已經係登陸部隊，但係我都繼續堅持做好自己嘅夢想。如果大家唔係一條鹹魚，會有夢想，歡迎大家加入 KK 工作室，一齊尋找自己嘅夢想。KK 工作室嘅信念始終冇變，一個人走得快，一隊人走得遠。我哋都希望一齊走得遠。山不轉水轉，水不轉路轉，路不轉人轉。人生係充滿希望嘅，期待大家唔好浪費咗自己嘅青春，自己嘅夢想。祝大家夢想成真，拜拜。牛牛攞入去。